讲到海基会副董罗文嘉，今日是伫咧金门参加金厦受水的开幕典礼，嘛趁机会向中国搁再发声，讲两方都爱和平来交流。即届汉光演习对明仔就会开始，重点就是无剧本的实战演练，嘛是第一届要启用 AI 主播，用18个语言来播送，加强国际传播。 比亚声响起，表明向前游。一年一摆的金厦勇渡，今年是由金门收到厦门。中国福建省体育局长叶德成等队华官员到金门参加开幕。作家海基会副董事长罗文嘉共场无做伙。罗文嘉意思是向对方发声，应该双向交流，用体育竞技取代过去的炮灰。对岸的军机啊、军舰啊，都还是干扰不断，那怎么办？会不会影响今天活动的进行？我想不会啦。 因为我们需要双向交流，不要单向乱流。两岸相距离这么近，和平也不应该那么远。勇渡比赛前一天，汉光演习进前，强军游员继续交代，国防部查到22架强机，8架南伫大海附近活动，其中15架强机超过海峡中线。国军严密掌握动态，这摆汉光过第一摆运用 AI 发电飞机主播，引进近转换18个未来播送，验证国际战略传播的效应。I am the virtual anchor of 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for Hong Kong 40th exercise. I am thrilled to meet you, and I will introduce this exercise in multilingual. 那么这个系统可以把文字的内容翻译成多国的语音，结合脸部的表情跟手势以后，产生一个播报的影片。那国军强化对抗强军信息战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上将也公开表示，台海若爆发战争，美国信心打败强军，搁展现挺台立头。学者分析，目前美军人员识别及加大规模实战的经验，台湾现在用军。共军目前遂行的这些练习、这些训练，它的规模仍然都相当的小，所以换句话说，他们还没有真正完全具备大规模的部队运用这样的能力。除了国际支持台湾，学者表示，台湾也爱强化自主防卫，协助强军确保台海局势更加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